新嘅老年護理法包括一啲我嘅服務商必須明白嘅權利同經過加強嘅質量標準。呢個係因為佢哋向我提供老年護理嘅時候，我係老年護理嘅中心。我自己決定由邊個提供服務，喺邊度服務同埋服務嘅時間。我可以喺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或者政府嘅 MyAgeCare 網站獲得我自己可以明白嘅資訊嚟幫我做決定。提供老年護理嘅人會聆聽我嘅需求同埋擔憂，俾我知道我可以獲得咩服務同埋回答我嘅問題。我同老年護理服務商以及員工討論我嘅護理目標，佢哋會同我一齊制定服務協議同埋護理計劃。我可以慢慢嚟，等我準備好先至做決定。我可以選擇登記一名支持者，幫我決定我嘅護理同埋解釋俾我聽，但要先得到我嘅同意。登記嘅支持者可以係你信任嘅人士，例如家人或者朋友。我可以尋求我信任嘅人幫我，就算佢哋唔係註冊嘅支持者。例如我可以揾 OPAN 一個老年護理代言人嚟幫我。就算登記咗嘅支持者，我都可以做一啲嘢。但如果我唔想或者唔需要註冊支持者都冇問題，我可以自己做決定。呢個包括我嘅意願會得到提供老年護理服務嘅人嘅尊重，就算會令我承擔一定嘅風險。我以後可能會改變決定，但係我嘅服務商會幫我評估我嘅選擇。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同埋照顧我嘅人尊重我嘅權利以及我嘅身份。我嘅文化好重要，我嘅語言、信仰、飲食，我中意嘅活動、朋友同埋我嘅喜惡都係我護理計劃討論嘅一部分。當我尋求老年護理服務以及支持嘅時候，我想繼續與我嘅人群、信仰、社區、飲食同國家保持聯繫。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以及照顧我嘅人會同我討論我嘅人生經歷，等我覺得安全、受歡迎同埋被包容。我同家人以及照顧者嘅關係要得到尊重。我嘅性別表達同埋性取向對我非常重要，係我身份嘅一部分。我唔想變老嘅時候要扮做其他人。我哋大家都應該可以安全生活，成為社區嘅一部分，同埋得到照顧我哋嘅人嘅尊重。我嘅私隱同我獲得護理嘅方式係我嘅選擇。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同埋支持員工會私底下同我討論我需要嘅服務。如果我想，我可以選擇同我登記嘅支持者溝通。我亦可以尋求家人、朋友或者來自 OPAN 嘅老年護理代言人嘅幫助。但係喺任何時候，我嘅護理決定係由我做嘅。喺我屋企，我永遠有權可以覺得自在，根據我嘅需要得到我要嘅護理同埋支持。我哋全部人嘅思考、談話同埋聆聽嘅方式都唔一樣。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會同我合作，用我想要嘅方式提供資料俾我。我嘅家人同埋支持者都會幫我評估以及考慮資訊。我會根據我嘅需求獲得我要嘅護理同埋支持。我對自己居住嘅地方覺得安全，我得到我所要嘅護理同支持，我可以來去自如。我嘅老年護理家居係乾淨企理嘅，我喺呢度覺得自在。我知道如果我有緊急情況或者我嘅健康出現風險，老年護理嘅員工會嚟幫我。我得到適合我嘅護理，老年護理員同我商量我要嘅服務同埋服務方式。呢個包括尊重我嘅意願，就算會令我承擔一定嘅風險。我知道自己要食邊種藥，同埋員工會喺度幫我。同埋我知道可以參加乜嘢活動，等我可以保持健康。我可以自己制定我嘅護理計劃同做決定。我喺住嘅地方
會覺得安全同埋可以獲得支持。我嘅生活由我決定。請瀏覽 MyAgeCare 網站，了解你嘅權利同埋點樣先至係好嘅護理。